嗨，大家好，我是躺皮叔。今天是2026年3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啊。现在房企的消息虽然不多，但是这不多的消息里面，大部分都是坏消息。你比如说今天有媒体报道保利发展发布2月销售简报。保利作为央企，现在是一哥嘛。2020年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45.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2%，签约金额101亿元，同比减少37%。这是2月份2月份各大媒体都说是小阳春，对吧？回暖，房价也涨了。但是作为一哥排第一的，无论是销售额还是销售面积都是暴跌，销售面积下降42%，销售额下降37%。那2026年这2个月呢，就1月和2月加到一起呢，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18.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4%，签约金额257.5亿元，同比减少24%。光算2月老有这个春节影响。现在好了，把1月和2月加到一起，去年对吧，1、2月也有春节，今年1、2月里面也是春节，加到一起算，无论是销售额还是销售面积都是暴跌。这个就是排名第一的房企，它交出来成绩单。这么下去的话，那保利它能保得住吗？大家都知道你东西卖不出去，你生产面包的，你面包卖不出去，你生产皮鞋的皮鞋卖不出去，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一直说只要韭菜不买房，这些房企要一个接一个的爆就是先后的问题，扛不住的先爆，血槽后的后爆，不是不爆，对吧？这个雷在路上。目前看风险正在向这些央企逼近寒意已经来了，谁都躲不过就每一个企业都要经受着寒意如果接下来2年韭菜还是无动于衷，那保利的日子就到头了。也不光是保利有一些硕果仅存的民营房企，他这几年是吧，别人都在爆雷，他扛过去了。你比如说龙湖集团，他一直没爆，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标题就是龙湖集团2026年将巨亏，就是今年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根据他2025年的报表。一说到房地产巨亏，大家就想起了万科吧。万科25年亏800亿，24年亏400亿，多少亿现在轮到龙湖集团，这个结论谁得的呢？不是别人是摩根士丹利。根据摩根士丹利2020年3月9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该行预计龙湖集团在2026年将继续录得亏损。这一预测是基于龙湖集团2025年业绩表现及当前房地产市场环境做出的，也就是龙湖也扛不住了今年要巨亏。那么摩根士丹利预测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大摩的报告指出龙湖集团发布的盈利警告显示，其2025年预计录得核心亏损15亿至20亿元，而2024年同期核心利润70亿元，也就是24年还能赚70亿，25年就赔20亿。什么概念？那26年呢就赔得更多。这一亏损幅度比大摩原先预测的14亿元更深。该行认为亏损主要是由于房地产销售减少以及开发业务利润率显著受压，且利润率低于预期。尽管大摩预期龙湖的经常性利润在2026年可能增长5%，什么东西呢？龙湖不还有商场业务吗？龙湖天街他认为这个恐怕还要增长7%到9%，但受开发业务就是房地产持续拖累，整体业绩在2026年仍将处于亏损状态。报告同时提到，龙湖在向运营及服务提供商转型期间，将继续优先考虑财务安全，包括维持经营性现金流为正以及去杠杆。那么龙湖的亏损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公告明确指出，亏损主要由房地产市场延续调整态势，量价压力下导致公司开发业务结算收入下降，结算毛利率进一步降低。2025年龙湖集团合同销售额632亿元，同比下降38%，为2017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亿，销售均价面临下行压力。同时开发业务结算毛利率急剧恶化，2025年上半年仅 0.2%， 相比2022年18%和2023年的11%大幅下滑。为什么25年的这个结算利润只有 0.2% 呢？就是降价呀，各种促销这个就是贴着成本卖。那是25年呢？那26年呢？你就得亏钱卖，要不然韭菜不买行业性盈利逻辑转变，在行业整体下行背景下，传统高周转高杠杆的开发模式难以为继，即便是龙湖这样的优等生也无法避免开发业务亏损，这反映了行业性的盈利困境。当然了，对于龙湖这样的民营企业各机构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这个谨慎的观点比如大摩他就认为龙湖是聚焦入开发业务的持续亏损压力，认为
这将拖累整体的业绩。而相对积极的观点呢，比如说摩根大通，更关注其转型成效，也就是龙湖在转型成运营商和财务韧性。摩根大通认为啊，龙湖是主要民营开发商中唯一屹立不倒的公司，并更关注其不断增长的经常性收入。花旗银行也指出，龙湖的核心竞争力将持续支撑其均衡发展。那么龙湖的这种运营商啊，成了它第二增长曲线。那个第二增长曲线的增长能不能覆盖这主营的开发业务的这个下滑？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说法，那是很难的，所以26年就要落得巨亏。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啊，无论是民营企业龙湖还是央企一哥保利，现在交出这个成绩单都是不忍直视啊。这你说它是成绩单，其实也可以说它是叫病危通知书啊。所以我们还是看这个韭菜买房的意愿啊。如果韭菜现在提着钱，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冲进房地产市场，那这些房企啊还能苟延残喘。如果韭菜啊牛马坚持不买，这些房企一个个的都要倒下，没有什么例外。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现在各大媒体啊还在吹嘘啊，这个楼市火爆啊。澎湃新闻今天有一个报道，叫上海二手房周末单日成交超1300套，看房5年的客户准备出手了。这客户看房看了5年，现在出手，不管现在他是多少钱买啊，也不管以后会怎么样，但至少他比5年前买要强多了，就是他也就是算个赢家了。看房5年都没出手嘛，现在出手，未来也许还要跌啊，但是他总比那个2021年买要强。这个澎湃新闻说啊，上海楼市新政效果正进一步显现在成交数据上。上海中原地产监测数据显示，3月7日，上海二手房市场单日成交1324套，创下2026年年内新高。这也是时隔315天，上海二手房单日成交再度突破1300套大关。上一次达批量级还要追溯到2025年4月26号。进入3月以来，截至3月8号，上海二手含商业已累计网签成交6722套。其实这很正常啊，我早就说了，这个5月份之前呢，小阳春容易出现高点，那就是因为小孩要上学啊，很多地方学区房那还是要交易的。从市场节奏来看，新政对市场的拉动速度明显加快。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啊，2024年9月29号首次沪七条出台后啊，市场经历了2周适应期，迎来成交高峰。而2020年2月26日新一轮沪七条落地后，仅用时10天即达到1324套，响应速度明显加快。其提到啊，政策出台4天后4天啊为市场消化期，二手房成交从594套逐步回升至1013套，3月1日首次突破1000套关口，较1月基准水平增长 37.5%。 尽管工作日成交有所回落，但周末成交连续2天破1000，标志着政策效果进入全面释放阶段。线上数据同样印证了市场热度。安居客平台数据显示，3月2日到8日期间，用户主动发起微聊对数从月同比看上涨约80%，说明新政后市场整体活跃度处于高位，购房需求持续提升并逐步开始释放。张波提到啊，微聊流电率周环比提升 5.6个百分点，月同比提升 20.2个百分点。这表明新政不仅激活了看房热情，更有效提升了用户的决策深度和沟通意愿。在他看来，本轮沪七条政策更聚焦激活市场流动性，打通置换链条，更直接解决当前旧房子卖不掉、新房子无法买的市场核心矛盾。安居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市场活跃度和用户转化率均处于历史高位，这为后续市场企稳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太平洋房屋北蔡板块一门店经理介绍，楼市新政落地后，市场成交迅速升温。以太平洋房屋大华区域为例，近2天时间，区域内已成功成交10套房源。据其介绍啊，新政后房源成交周期大幅缩短。从板块内一套挂牌价约680万元的房源为例，从挂牌到最终成交仅用1周时间便顺利成交。680万就是典型的老破小吧。有位业主的房子此前挂牌后啊，长期无人关注，新政出台后突然迎来客户争抢，
房源报价388万元，最终有2位客户争相支付定金，没细看合同就以387万元的价格迅速成交，也就降了1万块啊。该门店经理表示，房东完成出售后也立刻加入看房置换队伍，从下午4点一直带看到晚上9点半，入市心态迫切，这个是以旧换新的。他还提到啊，市场观望情绪正在快速消退，有一位业主从我刚入职这家门店时就开始看房，整整看了5年，都迟迟没有下手。前2天他打电话过来，明确表示要买入，心态明显变化了。我怎么感觉这人不是看房，是来看人的吧？看了5年都不买。上海外环区域的复苏势头同样突出。上海链家潘龙路分行店反馈说，新政叠加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直接带动外环片区带看量、成交量同步走高。实际上啊，你看啊，他说从市场结构来看，新政对外环外区域的刺激更为突出，外环外成交较春节前增速达 17%， 外环内基本持平，外环外成交占比较春节前提升3个百分点。成交结构方面，300万以下刚需房源成交占比持续提升，整体占比超 60%。 新政通过降低购房门槛与月供成本，有效释放了大量刚性置业需求。同时800到1200万改善型房源成交占比有所回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房产税相关政策优化，对改善需求释放形成明显的支撑。上海二手房双休日晚签量均突破1000套，市场热度维持高位。新房市场尽管晚签数据暂未明显体现，但楼盘带看等先行指标持续向好，双休日来访量稳步攀升，且一二手房交易链条运转顺畅。预计随着后续市场供应量逐步恢复，新房成交走高也将是大概率事件。这就是澎湃新闻报道的啊。这个周末啊，上海楼市二手房火爆，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啊，这300万以下的占 60%。你说那个30万一平的房子，一套就是1个多亿的，得买多少套300万的？这很多刚需房是没办法啊，点儿到了，咬咬牙，对吧，就上车了。你看成交大部分是300万以下的嘛。你在上海啊，那个老破小300万以下，那也就50-60平吧，或者60-70平。今天我在网上看到啊，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这个买房的悲惨故事。这个故事据说还是，对吧，一个大厂的码农，他这个标题是这么说的，他说字节员工爆料，34岁程序员被裁，你看还差1岁就35，拿了28万赔偿，当场崩溃。为什么呢？在滨江买房，每月房贷2.6万，加上家庭固定开销近4万，美好岁月啊，本来是妥妥的典型的，对吧，中产小资，结果就因为失业一下就坠入深渊了。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朋友在杭州大厂做技术开发，今年34岁，男的，昨天部门裁员，他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直接被优化了。按理说啊，赔偿给了28万，真不算少了。结果这哥们儿拿到赔偿通知，当场就绷不住了，蹲在工位旁边捂着脸哭，给我们一屋子人都看懵了。其实没什么好懵的啊，因为这一屋子的人大部分，对吧，要不了几年也是一样，各种原因啊，不是裁就是辞职，就是干不成了。说后来私下问才知道，这大哥在杭州滨江买的房，每个月房贷还要还2万6，老婆全职在家带娃，孩子上私立小学加各种兴趣班，一个月固定开销就得1万2，全家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撑着。他之前年薪差不多40万，看着还行，可每个月刚性支出就快4万了，一旦失业，赔偿款撑不了几个月，找工作又难。30多岁的中年程序员，上有老下有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压垮人，真的太难了。这个是不能叫难啊，这个纯粹是自己，对吧，在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自己对自己没个清醒认识，以为自己在大厂就可以高枕无忧，对吧，一年40万，按揭贷款居然2万6，而且他关键他是一个人上班，这简直这就是叫什么高风险。那一旦他失业他就完了，老婆还全职带娃，天有不测风云啊，就你那工作再看上去固若金汤，但是保不齐会失业。28万的赔偿，对吧，你按这么算的话，只能撑7个月。昨天还是亲戚眼里的大厂精英，年薪40万，那也可以啊。今天一睁眼发现自己毫无退路。实际上这个故事啊，瞬间刺痛了无数互联网人，所谓的高薪背后往往是更高的负债和更大的风险。当初啊，他按揭贷款2.6万一个月，买房的底气不知道从哪来的，是谁给了他底气呢？梁静茹工资就不到4万，拿2万6
6去按揭，他得买个什么样的房子？实际上啊，这位程序员的选择啊，是很多杭州大产人的缩影。高薪是公司给的，负债却是自己背的。28万听起来不少，但连这一家老小一年的活着成本都不够。太多人把全部身家压在房子上，手里不留1分钱的备用金。他们把职场的顺风车当成了终点站，车一停，人就在半路陷入绝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咱们经常开玩笑的吧，码农，35岁的码农。作为一个码农，你的职业规划就是规划到35岁，35岁就失业了，你就这么规划才行。而你不能以30或者28岁那种，一直干到38、48，这个你就过于乐观了。28岁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对吧无所不能，正好工资一涨，年薪40万，觉得买个几百万、1000万的房子能供得起，对吧？还能干个10年、20年，他这么想的，他没想过的吧？过了35岁，随时会被裁掉。关键这个人被裁掉之后啊，他再去大厂很难了，对吧？再拿年薪40万的，对吧？找这样的工作很难找到。职场拼到最后啊，根本不是比谁巅峰期赚得多，而是比谁扛风险能力强。你不能靠你这个扛风险能力最强的时候那个状态去以那个状态去衡量，去背贷款，那你就惨了。因为贷款是恒定的，每个月都那么多，一还就30年，每个月都2万6。而你拿的是28岁那种状态，你是假设收入不变，甚至还假设收入在涨，年年涨。这个作者他没说啊，他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那现在卖亏不亏？实际上啊，不管亏不亏，他现在都应该卖房，因为再拿2万6去供这个房子，完全也供不起了，对吧？越早卖，趁着现在啊，不是小阳春吗？赶紧卖，早点止损。我为什么说过去网红城市杭州房价虚高呢？就是被这些码农炒起来的。这些码农啊，他年薪40万、50万、60万，然后他买房的时候就有点飘，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裁，会失业。正因为这些人多啊，他就把那房价炒起来了。不光把房价炒起来了，房租还炒起来了呢。那杭州的房价为什么会跌呢？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企业不行了，所谓的大厂收入在下降，在裁员，在优化，在降薪，对吧？这些人一惨，炒房的就没了。你5万块钱买的房子1平米啊，你现在你想10万卖给谁啊？以前可不用担心啊，以前你5万买的房子10万卖给这些码农，有的是码农去接，因为他们公司效益蒸日上，他们的年薪对吧50万、60万、70万，所以这正是过去网红城市杭州房价为什么见顶要回落的原因，就是承接的力量没了，对吧？你还想把这房价乘以2卖给谁？不可能的，谁会去接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什么阿里啊、字节啊这些大厂，人家是批量造富，他不是说就造了1、2个有钱人。大厂的那些总监啊，那最起码都是70、80万的，一个小组长大概也30、40万、40、50万。你想这个大厂有多少？在杭州啊，多少个小组长？这是一股啊很强大的接盘力量。但这股接盘力量消失的时候，那房价只能下跌。我们再看啊，这个南都湾财社啊，今天也有一个报道，叫环比增加超1倍，广深楼市反弹，北上广深小阳春要来了吗？果然啊，现在各大媒体啊、各大中介进入状态了，开始摇旗呐喊了，小阳春来了。这样的报道多了吧？说阳春3月，北上广深楼市暖风劲吹。从贝壳找房平台可见，3月8号，贝壳平台广州成交247套二手房，环比上日增加25%，二手房一共成交849套，环比上周增加119%。深圳成交更为火热，3月8日，贝壳平台深圳成交89套二手房，环比上日增加41.3%，上周二手房成交325套，环比上周增加126%。楼市的小阳春来到了吗？这文章啊列了好多数据啊，他在最后说啊，他说针对春节月楼市表现平淡，科尔瑞集团董事长认为这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的蓄力。你看都会说话啊，下跌了那叫蓄力，登起来是为了跳得更高。只要你看多就行，怎么着都有理。市场的内生修复动能并未改变，支撑3月小阳春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释放。说在广州，自春节复工后首周开始，伴随市民大量返程，买家入市节奏逐步修复，门店带看量呈持续回升态势。在此背景下，3月经理人指数环比大幅增长43.5点至71.8点，行业对小阳春信心极为充足。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指出，与此同时，部分一手楼盘也在加速让利成交，就是降价呀，加速让利啊，加速降价。在广州黄埔区某高品质改善楼盘，3月首周改为以毛坯价发售，单价1.9万元起，一周内促成1000组客户到访，上100套成交，天地楼层单位快速出清。在业内人士看来，只要让利就有成交，也意味着市场
有强劲的需求。对啊，你降价还是能卖得掉的嘛，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没有卖不掉的房子。你足够便宜，刚需房当然会买啊。3月份高品质新盘的集中亮相，有望激发新的购房需求。小阳春、成色可期、广深、北上等核心城市通过入市高品质地块与确定性的土地供应计划，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点带面维持土地市场热度，将提振企业和购房者信心和预期。二手房市场购房情绪持续升温，学区房、置业等刚需属性突出。预期3月二手房市场量价企稳，将成为新房市场回暖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大动能。这个南都湾财社的报道，个人更感觉他是在许愿啊，就是数据是说2月份是卖的不咋地的，但是他认为3月份对吧，一定会有个好的成绩，有什么市场回暖，这不就是许愿吗？不管怎么说啊，像那个大厂程序员的这种悲剧啊，咱们就不要去踩了，这基本上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啊！不要看他年薪很高啊，他没有抗风险能力，一旦失业就完蛋。这个东莞啊又出台新政，这个政策力度还可以啊。这是大和财雷方报道，3月9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东莞市配建安居房处置工作的通知，明确优化人才购房优惠标准以及申请条件。大专及以上学历、助理级以及以上职称或中级工以及以上职业技能，在东莞连续工作6个月且家庭在东莞无自由产权住房基础型人才，就这些人啊，可以按销售价格享受8折购房优惠，这也可以啊，对吧？打8折。但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购房是买的什么样的房子，打8折应该还是有点吸引力的吧？当然这东西啊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对吧？如果它的价格虚高，本来就是12000，但是它虚高到15000，完了你买的时候打8折还是12000，那显然没便宜啊。你不能简简单单看它打8折你就买啊，对吧？还得叫性价比啊，还得跟周边的楼盘要对比，对吧？还跟市场价再对比。总之啊，它能打8折那就不错。希望这样的城市啊越来越多，对吧？你卖不掉就打折啊，要么就是送优惠券呢。你在价格上做文章，你这卖的够便宜，就有韭菜去买，对吧？不要老打那个什么利息的主意，对吧？不要打那什么契税或者是什么首付比例，对吧？你这韭菜最关心的还是价格，你其他的救市措施啊，那都叫扬汤止沸，你只有价格把它搞下来，让韭菜认可，这叫釜底抽薪。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